年度国营中小学传统艺术比赛荣获甲等成绩。第100年2月15日参加盐水风炮南以伊那森比尔森展演。本校宋江镇融合社区并结合国术教学。暑训期间经常参加社区庆典活动，更常获邀参与各单位、社团重大庆典表演，珍获宝珠。现在我们欢迎第一头港国小，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鼓励第一头港国小。